喜乐。谢谢主，这样祷告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平安。我们今天所要分享的经文在士师记。那我相信士师记是许多人非常熟悉的故事。我们当中或许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从小在教会长大的话，多多少少都听过士师记里面许多士师们的故事。那像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经文是关于基甸他受呼召的经文。我们教会就有一个牧区叫做基甸牧区，所以相信大家对这个人物应该多少耳熟能详。我自己在读基甸的故事的时候呢，我是觉得很享受的。为什么呢？因为士师记里面这些士师或是基甸他所表现出的性情或是他的人格，他刚强或是软弱的地方，很多部分都会让我们读的时候想到说，哇，这个人跟我好像哦，就是会看到好像自己的性格的部分。总是在阅读的时候，又再一次看到上帝借着圣经来照亮自己。所以今天就邀请我们再一次从我们很熟悉的基甸的故事，从他的生命来了解上帝给我们有什么样的启示。好，那如果我们对圣经中上帝为什么要呼召一个人来跟随他有一些了解，就会知道其实上帝会呼召一个人出来，或者说呼召我们有使命感进入一个特定的服事，从来都不是在一个真空的环境下产生这样的呼召的。我们如果比方说我们从基甸的故事如果有了解，我们就可以明白上帝会兴起一个人，常常是因为上帝已经深深的看到这个环境他们的痛苦还有需要，所以他把这样子的一个负担或呼召放在某某某特定的人身上。那基甸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中被兴起的一个士师。那个时候的以色列遇到什么样的困境呢？我们如果手中有圣经可以稍微翻一下的话，或是我们凭着记忆就可以稍微了解到，在士师记第6章的开始1到7节的时候，就会很清楚的看到，在基甸的时代，以色列正面临一个很严重的外患，叫做米甸人。那我们从1到7节就会发现说，米甸人他们是非常凶恶的民族。怎么说呢？因为经文中记载，他们好像蝗虫一样这么多，把一个民族形容成蝗虫，所以他们一来就会把所有的土产还有牲畜全都带走，好特别哦！到底是怎么劫掠的，很难想象。所以他们等于当这群米甸人来到以色列的土地，然后掠夺一空的时候，他们连一点点的生养之物都没有留给以色列人。然后经文里面记载，这样的日子，以色列人过了7年，7年不定时，他们所有生活的财产就会忽然不见，非常的痛苦。所以以色列人忍不住了，起来呼求耶和华。我们可以看到，在士师记里面，许多外患的入侵，其实是和以色列人他们敬拜偶像的这种灵性上的关系是有关联的。以色列人灵性上的不忠，导致周遭的外族可能会用不一样的方式来攻击或侵略他们，甚至在经文里面很明白的说，上帝借着这样子的一个痛苦的手段来让以色列人归向他。这是一个很让人感到讶异的事情，但我们也不用太过快速的把士师记里面的景况，也就是说政治上受到的辖制与信仰上的背叛是有关系的，这样子的一个特色套用到我们现代的环境，这是士师记特有的以色列那个时候正面对的困难还有文化。好，那在这样子的环境中，基甸就被兴起，负担着要来矫正他整个国家民族的灵性的一个职分。于是我们就进到了今天的经文，基甸就受到上帝的呼召咯。虽然他是已经在一个世俗化，然后跟着其他的民族拜偶像的以色列人中。好，那我们如果细细的看基甸领受呼召的经文，就会觉得它真的非常的有趣。怎么说呢？我们今天首先会看到在12节，第6章12节，会看到有
主的使者来到基甸的身边。那个时候基甸在做什么？他在拼命的工作嘛。好，然后在工作的时候又害怕被敌人发现，被米甸人发现，所以他偷偷的在做他的工作。这个时候，上帝成为一位使者。这个使者我们可以想象，他看起来跟一般人没有什么两样，可能就是一个可能就是好像一个同样敬拜神的弟兄姐妹之类的，然后来讲祝福的话，就好像一个人的形象。哦，所以就一个传信息的人，使者来到他面前，跟他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哦，一个人突然来到你面前，讲一个很有力量的话。哦，他基甸没有说阿们。基甸他说什么？基甸在13节他说：“主啊，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事情呢？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吗？他那个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现在他丢弃我们，将我们交在米甸人的手里。”好，所以基甸很好玩他讲话好呛哦。一个人给他祝福，告诉他是你身上有那个勇猛的勇士的气质，结果他说：“哦，好好笑哦，上帝在哪里？那个你讲而已吧。”他就这样回。结果没想到，在第14节的地方提到耶和华，就转向基甸，然后继续对他说：“你靠着你的这个能力，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接着基甸又说：“主啊，我有何能力能够拯救以色列人呢？我家在玛拿西支派中是至贫穷的，我在我父家是至微小的。”好，我们看到这边就可以觉得基甸这个人他的个性真的是非常的直爽，然后很真诚的把他心中的不满、埋怨还有毫无自信，都真诚的向这个宣称是耶和华的使者的对象说出来了。我们从这边可以看到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就是一个认识上帝的人，甚至是很了解什么出埃及的故事啊，他祖先经历过什么样的大能，这样子的故事的一个年轻人，他当上帝看到他、找到他要用他的时候，他的反应却可能是这个样子。虽然他都知道上帝的故事，但是他的反应第一个，他却怀疑说：“这个故事里面的上帝真的跟我同在吗？他现在还跟我的同胞同在吗？怪怪的呢，实际情况看起来好像跟想的不一样呢。这个带我们出埃及的上帝好像没有听过的那么好呢，不然我们怎么会那么辛苦？”接着上帝进一步邀请要差遣他来面对他们身处的问题的时候，基甸则回应说：“怎么可能？我才不够好，我那么微小，没有办法。”所以也就是说，基甸这号人物呢，虽然上帝的故事他都听过，但是他觉得上帝好像没有他听到的这么厉害，或是这么的照顾他们，他们觉得被遗弃了。第二个，当上帝邀请他的时候，他怀疑上帝在他身上的计划真的有办法执行吗？很可能上帝的邀请或呼召，只是被他当作一个很荒谬的想法，一个外人一闪而逝给他的一个意见而已。因为他看到的自己不是上帝的使者说的那种样子。所以我们在基甸的生命里面，我们看到他在面对上帝的时候，一种很真实的痛苦，就是在困难中没有办法再信任神。这样子的痛苦，其实很多时候就像我们在面对信仰的时候常会遇到的一样。为什么大家都说上帝很好？我看起来为什么这么好的上帝却没有在我的生命中出现？或是当不少人可能说着上帝让我们在这里一定有他的计划的时候，但我们有的时候也会想着，这个计划到底是什么？我怎么一点都不明白？甚至上帝的计划透过一些方式在我们的生命中显现的时候，
我们会把它当作荒谬的一个意见，觉得怎么有可能？凭我怎么有可能？所以，其实从基甸的生命中，或是从他的生命类比到我们可能遇到的信仰境况中，我们遇到一种很深的失望，就是当上帝的故事听多了，有时候见证一直看，但是不见得会带来正面的效果，也不见得会得到鼓励，因为我们心中的黑暗，有的时候会让人觉得听到这类故事，反而更生气、更不甘心，可能会有内心的声音抱怨说：“上帝啊！”为什么以前的人都遇到苦难啊？他们你都帮助他，但是我却还在这里苦苦的挣扎、哀求、祷告。你真的像别人见证的那么好吗？我怎么没有体会到？什么时候我也可以经历你？在这个礼拜，其实我参加了一个传道师的培训，当中跟几个牧者在交流分享经验的过程中，这些牧者也谈到自己曾经有过很深的这一种上帝跟自己想的差很多、不一样的这种痛苦。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牧者，他分享说，他在神学院的时候就已经好好装备、预备好自己，要服侍青少年、做学生工作。他的生命还有他所有的学习，比方说他特别去修习的课程，他特别额外上的课，都在预备他能够更深的装备来服侍年轻人。甚至他要在受派之前呢，都已经有一些联系好、配搭过、有默契的机构，安排好准备要上任。结果谁知道，或许在程序或是毕业的时间点，有一些流程问题，出了一些变化。等到他终于可以顺利被分派的时候，结果出来，他去到非常偏僻的乡镇，然后一个人数很少的教会。那个教会呢，没有他想要服侍的年轻人，只有几个长辈，而几个长辈也没有办法承担太多的服侍量，所以他几乎没有服侍的同工。因此他在那间小教会，每天几乎光是料理教会大大小小的事情，大部分所有的服侍都要独立预备承担的时候，这些事情加起来，他根本没有力气在思考其他的部分，怎么呼召那个地方的青年啊，什么这个已经没有办法想了。他每天就是很努力的在使这个比较弱小的教会持续的维持每周的状况。所以当他这样子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他非常怀疑上帝，说：“上帝，你真的要派我到这里吗？怎么我跟你祷告那么久，我内心那个呼召的感动那么深，你却要我做这样子的服事？”他每一天虽然很认真的来预备教会的侍奉，但他也同时在面对每一天越来越深的，还是想要牧养年轻人的渴望。但实际上，眼睛一打开，看到现实的情况是那样，他非常的痛苦。而且随着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当他和其他的牧者在交流、在交换牧会近况的时候，听到别的牧者的见证，再看看自己所面对的现实情况，总是感到非常的自卑，总是觉得奇怪，上帝怎么不照我当初这么深的感动预备好的，让我能够去侍奉合适的对象？为什么我也想侍奉主，但是却在这种情况好像动弹不得，不爱他们也不对啊，说自己想要做其他的，好像又哪里怪怪的，不知道怎么分辨。怎么这一位牧者他心中所渴望有感动的意向，好像在这个时候被丢到了一边，自己每天却在做其他似乎跟他原本生命规划完全不一样的事情。他说，在那段时期，他非常深的在思考：这真的是我的路吗？这真的是上帝给我的路吗？为何上帝把我放在一个没有资源、没有人力的教会，来面对这一些？而且久了，他其实渐渐的也会失去自信，甚至有的时候会感到失去了方向。连牧者都会有这样的心境。为什么上帝没有照人所求的、人所渴慕的
来帮助他。有的时候人所求的、人所渴慕的，不是只为自己求。有的时候我们说主，我渴慕服侍你，但是得到的情况却又是非常的特别。那到底怎么看待这样的事情？上帝到底在做什么？因此，我们再回来看我们今天的经文，我们就来看基甸他在面对这个呼召的时候，他在被上帝差遣的时候，感到怀疑、困惑的时候，上帝他做了什么？我们回到经文的12到17节，当基甸面对这种上帝的作为，他不明白，甚至他没有办法感受到这样子的难处的时候，我们细细的看上帝在12节所做的事情。我们曾经刚刚已经有稍微读过，我们再更细的来思考。上帝在12节化身成为一个使者，对基甸鼓励说：“大能的勇士啊，上主与你同在。”然而，我们知道，当这个使者这样跟基甸说之后，基甸把心中的埋怨全都诉说出来。然后听完基甸的说明之后，很有趣，在第14节有一个细节，在和合本或其他版本，或许台语译本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细节，但是在许多译本里面有翻译出来。基甸抱怨上帝完之后，经文记载那个时候上帝转过来面对他。和合本说上帝就看他，很好玩哎。这个人就在上帝面对面的时候，一直讲抱怨他，上帝就这样一直看，你这样想哦，所以很特别。这个人他是在面对跟上帝的关系的痛苦的时候，没想到上帝就在前面观察他，观察他的痛，观察他的内心，认识他。这样的上帝看到他之后，下一句话又说了什么呢？在第14节后面，他又说：“我要与你同在，你会打败米甸人，就像打败一个人一样，这样的轻松。”所以这个画面真的非常的耐人寻味。这样子一个温柔、不会急迫的指责、打断别人的一个神，就在基甸的面前，面对他，仔细看他，用神的应允的话跟他说话，但是基甸完全没有感觉。我们可以发现，他完全专注在环境的困难，还有自己的弱小，完全没有看到这位主已经在观察他、认识他、听他说。而且当主看着他、认识他、听他说的时候，用应允的话语不断引导基甸说出自己的怀疑、身份的困境，到最后，主终于引导他说出了他内心那个最深刻的祷告，是什么呢？我们在第17节可以看到，他说：“如果我在你面前蒙恩，求你给我一个证据，让我知道与我说话的就是上帝，就是上主。”所以我们知道，他做了这个内心深层对他和主关系的这个最深刻的祷告，还有恳求之后，上帝的工作就开始了。我们知道他在这个祷告之后，我们如果看21节，就是刚刚我们周报里面的经文，就会看到上帝很快的就显现了。上帝的第一个显现，就是当基甸他拿出礼物要献上给这个使者，可能他不知道他是谁的使者，要给他的时候，第一个神迹就是这个使者用杖，然后点火，那个礼品就全都消失了，然后这个使者也消失了。这个神迹让基甸吓到了，所以他因为这个神迹走出了第一步。这一步呢，首先带领以色列人恢复敬拜的生活，很特别。当他内心那个最痛苦的祷告，就像上周夏牧师讲的那个最真实痛苦的祷告说出来之后，上帝让他看到这个没有人知道，在他自己心里知道的事情。于是他有力气开始去拆毁一些偶像，带领以色列人重新敬拜主。接着我们又看到上帝不断的施予能力来帮助他。第二个帮助在经文的6章33、34节那边提到，神的灵降临在基甸身上，在外患好像又有动作、蠢蠢欲动要入侵的时候，还有力气来号召军队。
但是即使上帝的灵在基甸身上了，如果我们对故事熟悉的话，我们还可以知道基甸上帝的圣灵已经在他身上动工了，但他还是很紧张，还是说上帝啊，如果真的是你的话，你再行一个神迹给我看。所以就算有圣灵的同在，人也不是完全的勇敢。好，那上帝就真的用羊毛是否湿的这个神迹呢，来增添他的勇气。好，最后在战争快要开打的前夕，上帝又做了一件违背人性的一个事情，就是说，这位基甸先生，你带的士兵太多了。就是虽然我们要面对135000人，但是你只要300人就够了。所以这个实在是太违反我们认知的常理了。不管是教会或是或是要带兵打仗，我们一定都觉得人数多多为善。但是上帝说不用多，300个就好。这样子怎么叫基甸有勇气啊？没想到在第7章，上帝又借着让他听到一个在敌营的敌人的梦境，他就从那个梦得到力量来顺服，然后接着基甸就用了奇怪的计谋，然后打赢了这135000人，只靠300人。所以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奇特、非常精彩的故事。所以这几个地方的重点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当基甸面对上帝的邀请感到困惑的时候，上帝用他的应许的话语一直在引导，让基甸开始一步步的能够跟上帝的应许做真实的对话，敞开心胸，他才开始去理解那个他不理解的上帝是如何与他同在，他才有那个力量开始一步步的去顺服上帝他那特有的动工方式，而上帝他也毫不吝啬，在每一个他需要勇气的地方，都加添他只有基甸自己明白的那种特有的眼界还有力量，让他能够站稳。所以借着这样的方式，他体会到那个与他同在的主，可以渐渐的让他不再聚焦于135000人这样子的一个敌军的困难，他渐渐可以把眼目放在那一位神，这一位神与他同在的时候，大过那135000人。所以从他的故事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人一开始很容易总是想要用世界的方式、世界的角度来证明自己，或是来证明自己的神，甚至来证明自己的信仰。我们很容易求神用符合我们自我认同的方式来荣耀他，就算是牧者也不例外。但有的时候，上帝的做法可能是完全推翻我们觉得这种荣耀神的方式很好啊，但是为什么上帝不成就？完全推翻我们的想象，这种落差常常会让我们觉得很难受、很痛苦。就像我们看基甸一路走来，这个上帝实在是太有创意了，这个带领好像大冒险一样，看起来没有一步是原本的他做得到、想得到的。就像我刚刚前面分享到的那位牧者，他在许多年牧会的挣扎中，他其实内心也慢慢的体会到这件事情。在我们研习会彼此分享的时候，他说他原先多么想要轰轰烈烈的做一番能够牧养青少年的事业，来喂养这个世代的年轻人，但他后来发现，他只想用自己的方式来荣耀神。他花了很久的挣扎，才发现整个过程他的主仍然是他自己。他在向上帝求：主啊，你可不可以用符合我自我认同的方式来让我荣耀你？他在向上帝求那一个他觉得最能证明神大能的那个方式，他脑海里想的那样子。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旁人听了，我们会觉得，哇，这个牧师的呼召对啊，看起来都对，都冠冕堂皇，但是背后的意念，只有人诚实在面对上帝的时候，他才知道他的主到底是他自己，是他自己喜欢的方式，还是神安排的方式。直到他在剧烈的挣扎后，体会到这一点后，他才开始放下自己为自己规划好的剧本，整个人生的想象重新开始。他跟我们分享说，这个世界会让人想证明自己，就算是牧者，也会想要用很多方式证明自己。
所以当他面对了很多困难，资源不够，跟自己想的不一样的时候，就很痛苦。他也会觉得怎么上帝没有办法像他听过的，他没有办法体会到上帝是那么的好。然而他花了很久的时间，才开始学会谦卑的看上帝你的角度，你的应许是什么？上帝的角度是，人常常看那135000，但我与你同在的那一个一就已足够。不要去看跟你同工的伙伴是多是少，不单单去数算眼前的困难，不要害怕上帝带领我们走的路，遇到的困难是我们无法承担的，因为在上帝的同在中，眼前的困难都如同一人那样的简单。很多时候，人聚焦的是那135000，而不是那一位与我们同行的神。这个学习是非常不容易的。当这位牧者他在很深刻的挣扎中体会到这件事的时候，他开始放下自己原先的想象的时候，他开始有一种比较开阔而自由的角度来欣赏他所面对的困境。那个时候，他才能够很真实而深入，而不带埋怨的去和教会更多的长辈们建立深入的关系。他发现这些长辈们很特别，虽然身躯不年轻了，但是这些长辈却有一颗跟牧师一样喜爱年轻人的心。所以当这位牧者他开始在偏乡从零开始做起青少年的事工，完全从慢慢的跟学校建立关系，做客服班，这样一步一步多年的做起之后，他发现这些老长辈是全然的包容支持他的事工，用耐心配合牧师接待孩子，甚至是非常弱势的孩子，这些会友都全然一起承担，去支持陪伴青少年的事工。所以如今10几年耕耘下来，这些孩子都已经变成教会的长职，持续跟牧师同工建造教会。这是一位牧者开始去欣赏他身边这些少少的同工，他身边这些少少的300壮士后发生的事情。他开始认识他的神真的很厉害，而不再是只想着要用厉害的方式证明自己。这个故事非常的发人深省，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各位弟兄姐妹，上帝有的时候可能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一种好，但是他的好却是人难以想象，而且是凡人的手难以给予的。我们愿不愿意开始放下那一种想自我证明的视角，开始聆听主应许的话语，开始去看见那位真的很厉害，也与我们同在的神，看重他用他的方式邀请我们敬拜，邀请我们祷告，用他的方式给予我们勇气。我们愿不愿意在自己生活中许多像135000的敌人的困难前，重新把眼光聚焦在神，跟随他每一个呼唤与邀请，跟主来一场超级大冒险。这个时候，邀请我们一起为自己的心来祷告。我们恳求主，让我们在跟随他的过程中，能够在各样的事上有心而广的眼界，深深的理解主与我们的同在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有创造力的一个同在，叫我们不被眼前的困难而困住。当我们聚焦在神为我们